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好。啊，什么时候去买？明天下午怎么样？你明天几点能回来？3点多。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好。啊，什么时候去买？明天下午怎么样？你明天几点能回来？3点多。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好。啊，什么时候去买？明天下午怎么样？你明天几点能回来？3点多。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好。啊，什么时候去买？明天下午怎么样？你明天几点能回来？3点多。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好。啊，什么时候去买？明天下午怎么样？你明天几点能回来？3点多。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好。啊，什么时候去买？明天下午怎么样？你明天几点能回来？3点多。